来，网络有咧传，讲食饱饭马上食水果，恐惊会提悬死亡的风险。讲因为食煮熟的食物，白血球会来侵权，若是随食水果，阁会开启着免疫系统，安尼长期落来，可能会伤害身体，甚至会增加着罹癌的风险。也毋过事实查核中心讲，这是毋对的、无正确的哦，毋通去用谣言来吓气。 食完便当了后，搁食水果，感觉营养满分。但最近有个人看到网络传闻，想要改掉这个习惯。这网络流传饭后食水果会提高死亡的风险。讲是食这煮熟的食物，白血球会升悬；食水果阁会开启免疫系统，长期落来恐惊会破坏免疫系统，也阁有可能会增加癌症的风险。这敢是真的？ 这并不会因此而开启我们的一些免疫系统的防御，也不会因为说长期的开启而造成我们的免疫系统有一些溃坏或者是一些减少的情况，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它生成需要一段时间，那减少也需要一段时间，并不会因为我们吃东西的话就可以造成它马上的上升。 意思讲，这个网络谣言是毋对甲真离谱。食熟的食物袂互白血球增加，食水果嘛无法度去影响免疫系统，所以饭后食水果也是会使劲。营养师建议讲，应该依照每一个人的情况，谨慎选择食水果的时间。维生素 C 比较高的水果，我们在饭后吃，它其实反而会增加我们的钙跟铁的吸收。 饭后食水果内面的维他命 C 会当增加铁的吸收，对贫血的人有帮助。若是想要减肥的人，饭前食水果，或者是饭中食水果，拢会当增加伊的饱足感。安尼食饭就袂食伤多。不过，若是有胃病的人咧，比较较酸的水果，像这柑仔，就要建议伫饭前食，才袂抑车酸的情形愈严重。 另外，腰子病患者爱避免高价水果，亲像是香蕉、雪茄，也阁有糖尿病患者，这西瓜、奶子、莲藕，加高升糖指数的水果嘛爱摒开。痛风的患者发作的期间，毋通啉这高浓度的果汁。食水果好处多，毋过有另外一个网络谣言，说甲水果比如做仙丹，讲是空白食水果会当帮身体杀菌，也阁会降低癌症风险。 空腹吃的部分，其实我们没有定论，有比较高的膳食纤维。那对于像譬如说大肠直肠癌的部分，它确实是可以比较降低它的发生几率。也就是讲，只有这肠仔方面的癌症，食水果会当降低致癌的几率。但是有真侪类型的癌症，甲这个遗传、生活起居比较有关系。这篇网络传言无完全是正确的。后来外食的人口多，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蔬果列出不足，列作是全球人口死亡的前10大危险因素。营养师提醒，每一个人每天建议列出相当是2个拳头母大小水果量，对健康确实有帮助。